我觉得这个机台非常的方便，因为就是平常家里如果回收的话，回收车不是每天有，所以当你集到一个数量的时候，又可以过来投，然后同时又有折价券可以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感觉这个用心真良苦，因为伊这耗资足济吼，足大笔的金额去做，用心足良苦的，伊转去回收物就搁再做，就搁足济过程。这个拢是人员用心的所在，甲因用心对环保的一种概念，去推广。这么良好的政策，也是大家都应该要共襄盛举的。台南市的智慧回收岛从106年开始启用以来，受到各界的好评也很多人的广泛使用。那一年大概可以回收到100万个。那全新升级的重点包括，我们这是可以从以前的8小时的服务，现在变成24小时的服务。那民众随时有需要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资源回收岛。另外呢，它也加大了后端的这个储存装置最多可以回收到这个保特瓶有4万只的容量。另外还有这个玻璃的回收是全南部第一座的这个玻璃的自动回收机那欢迎市民踊跃来使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资源永续一向是我们推动环保理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那非常感谢我们民间企业有这样子的一个用心，能够把这个宝贵的用地然后跟我们资源回收业者合作。我记得在我背后的这个资源回收机器，在当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从罗马尼亚来的所以是台商在罗马尼亚推动资源回收相当卓然有成以后，把这个经验带回来台南，而这经过几年下来，已经让很多台南的市民朋友们非常的接受这样的模式，把家中的资源或是铝罐投入这边的这个资源回收机器，然后换取那个折价券 coupon， 那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量贩业者能够在这边能够使用。那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以及他们对于环境友善的一个精神。那接下来我相信这个资源回收岛不仅是以前的一个扩大，我相信要把这个经验继续扩大到其他的地方。我们台南市政府也将盘点其他可能的空间，把这个资源回收的概念越推越广，越来越好。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7月6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中嘉宽屏三冠王相助车为了回馈社区，对5档前开始每一档拢会举办2场的主播夏令营，带领在地学生、连线媒体、亲近媒体。你今年面对人工智慧特调，嘛要用力课程，让学生了解，同时加入新媒体创意。活动将伫8月2号、3号登场，对今仔开始到7月26受理报名，希望把机会圆满为止。中嘉宽屏三冠王相助车为了回馈社区，对2018年每一档拢会举办2场的主播夏令营。带领在地学生、连线媒体、亲近媒体，同时帮助因探索兴趣甲开发潜能。今年伫疫情解封以后，新世代主播夏令营，嘛要互学生了解上新的 AI 议题甲新媒体创意课程。活动将伫8月2号、3号登场，欢迎踊跃报名。我们今年度的新时代主播夏令营又要开始喽。那我们今年的课程非常的精彩。那除了有怎么样来教小朋友们学习播报以及采访之外呢，那另外还会教小朋友如何要用这个声音来表达我们的情绪。那另外还有一些新媒体的课程。那还有呢，我们会教小朋友们如何用手机来拍摄非常有趣的影片或者是照片。那所以我们今年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那也希望家长跟小朋友们可以来踊跃报名参加。
主播夏令营到达已经迈入第6届，每一档迎新规划实验课程，深受家长认同，甚至有学生已经参与超过3摆。今年报名对象锁定淡市国小4年到6年级学生，2天活动全程免费，不过名额有限，欢迎赶紧报名。详细情形会当将粉丝团查询，或是打电话06-281-5194分机8516。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兴建到达将近40档，因为部分遗体脑骨将进行内外整修，预估需要5亿经费。对此，立委林俊宪邀集文化部、国家发展委员会以及主计总处南下提出地方说明，希望积极争取中央3亿5千万的补助。使用将近40档的台南文化中心，因为年久加上使用频繁。目前部分的硬体设备老旧，市府文化局为了延续文化中心长期来累积的能量，将进行内外整建计划，包括新建员工的办公室、加图书创客的空间、扩建演艺厅的大厅门廊，以及整体外观整建等。预计总工程费大约5亿，市府算1亿5千万，中央争取经费3.5亿。对此，立委林俊宪上午特别邀集中央文化部、加国家发展委员会、行政院主计总处等单位共同会商，初步整期的工程，文化局承诺新筹备5千万，后续争取114年精简的经费。5亿哈，那我们需要中央大概70%的补助，大概有3亿5千万。希望文化部哈，这眼睛那个紧了哈。但文化部确实，我们现在去查一下。那在前瞻经费，我不知道还剩多少了。好，前瞻经费，前瞻经费目前看起来，在今年度跟明年度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案子确实对台南这么重要，我们真的需要中央的支持。然后现场又有一个很重要的单位，就是我们国发会。好，国发会好，这个感谢了哈。他就你看，光花眼睛一直看着你，这紧压拜托你了，请国发会哈来协助支援本案。台南文化中心这一次提出来，确实是晚了一点点，因为我们前瞻有好几期，那现在112跟113文化部几乎的经费已经分配完了，但是呢，我们部长说我们会盘点，然后收回一些，但是收回我承认大概就是在5000万左右，我们是可以开始协助，但是我们必须希望争取的就是114年还有最后的前瞻经费。除了文化中心的扩建整建，另外有关台南生活美学馆，因为外墙斑驳，太路容易落下来，因为有立即性的危险，文化部嘛已经上案，将由112年行政院第2预备金来运用，总经费大约5500多万，将进行征收。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为台南陆续出现天高热本土病例，为了防止疫情进入校园，教育局都来针对有病例发生的周边学校全面环境体检。6号教育局长嘛亲自到综合国小关心，提醒学校落实巡检加清除资讯源，替师生的健康安全把关。虽然即马学生放假，也毋过校园防疫无放假。台南市教育局长陈新辉特别前往综合国小，带队巡检校内防治热点，全力对抗天高热疫情。市长一直强调啊，那么暑假防疫啊就不能放假哈尤其近期台南市某一些区域啊，那么登革热疫情其实人数不断的也在增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也特别去检视在一般比较容易忽略的，比如说树木那另外有一些暗沟啦，甚至在屋檐。总的来讲呢，我们所有可能滋生源的一个地方，那么把它做
巡道清刷。为疫情出现了后，教育局就马上针对病例发生地区、邻近地区甲其他区域的学校进行分级管制，强化各校防疫工作，并督导学校配合环保卫生单位来检查。更进一步订定暑假天9日机车辅导计划，有加机车80间学校，查获学校落实防疫作为。透过整个行政处室的一个分配，按照我们的防疫地图下去做分配，然后每天就是去巡检，然后开始去做一个整理跟清理。那我们也暑假期间，我们每个礼拜2跟礼拜5也会有学生轮流回来做环境的清扫。学校也特别制作影片来宣导各项防疫重点，学生若出现症头，也要赶紧去看医生并通报。教育局表示，防治天9日需要全民共同合作，落实资讯工作，避免网押的滋生，共同维护校园甲社区环境。台南新闻杨淑怀采访报道。明年就是台南400市府营营第1场台湾灯会大型国际观光活动，特别举行伴手礼竞选，将选出灯会100件推荐以及30件指定的伴手礼。其中委托呼吁咱在地商店爱把机会踊跃报名，将台南上好的伴手礼宣传到全国各地。台南市长王伟提甲现场贵宾斗阵拆开大型礼物盒，向今2024台湾灯会伴手礼开始评选。活动为今仔日开始到8月25号，评选类别分成美食伴手礼、文创佳品、生活用品等3类。我们知道台南是美食之都，也是宗教之都，也是文创之都，所以有很多好的文创品、好的美食、好的纪念品，就像我旁边这看到，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伴手礼。值得大家来，所以说眼睛看灯会，看得好山好水，手边提的满满的台南的伴手礼。评选条件除了要有特色以外，店家的商品甲包装也需要结合台南400甲灯会标章进行设计。最后，佮透过民众票选甲专家审查，选出30件指定伴手礼。这次有台南各大伴手礼协会、商圈以及观光工厂到阵来参与。竞争会当讲是相当激烈。我们观光工厂协会有23家的会员，我们都有带非常精致的一些好礼来这边这供大家来这甄选。那希望的话呢，借助于这次甄选，可以选出台南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好礼。为了因应台南400年，希望大家来到台南，可以把名胜古迹、古堡跟赤坎楼都带回去，留作纪念。那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在台湾制造的厂商，然后我们其实有帮很多台湾的中小企业做规划跟设计。那我们同时也有出自己的品牌。台南市府欢迎在地游资商家参与，努力发挥在地特色，期盼这个灯会好礼评选活动，强化伴手礼甲城市意象连接，并提升产业商机。台南新闻杨淑怀采访报道。热天除了有天9这个威胁，嘛是当病毒70以上的流行高峰。根据疾病管制署的资料显示，因为该病毒发生神经系统并发症的比率较高，而且重症死亡率竟然会增加到33.3%，其中5岁以下幼儿更是占大多数。所以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建议预防当病毒重症，上好来选择自70以上的疫苗。容易透过口粉、飞沫加接触传染的肠病毒。伫台湾地区几乎全岛拢有感染的个案，其中4月到9月是流行期，一般好发伫0岁到5岁。其中肠病毒70以上，请看的症状包括发烧、出现手足口症，加上幼儿较无抗体，容易出现中枢神经的并发症。因此，贵综合病院小儿科医师表示，要预防肠病毒的重症。建议上好还是施打肠病毒70以上的疫苗。那这个疫苗它主要是预防肠病毒71型的感染。那因为肠病毒71型其实是造成就是儿童就是最容易造成重症的一个病毒的型别啦。那基本上5岁以下的儿童，他们其实重症的比例发生会比较高。那
得到这支病毒，它的死亡率也偏高哦，所以说如果能接种这个肠病毒711型的疫苗，它是可以有效预防得到肠病毒711型的感染。那因为它可以预防得到这个病毒的感染，哦，所以同时也可以预防重症这样子。如果以高端目前的临床实验做出来的话，还有就是以他们实验室的分析来做的话，他们的疫苗保护力是可以维持5年哦啊，因为基本上肠病毒大概重症就是5岁以下比较容易有哦，所以你打过就是1轮的话，大概就可以撑5年的时间。好，那基本上接种的时程的话，会依据不同的厂牌、不同的年纪不一样。医师表示，台湾对2002年开始研发肠病毒711型无活化的疫苗，目前总共2间药厂得到食药署的许可，详情预计今年第3季7、8月就用个上市。医师表示，为了避免肠病毒的重症，建议厝内有0岁到5岁的囡仔，上好还是自费来施打肠病毒711型的疫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为疫情已经停办3档的佳人外木山长影，今年恢复办理以后，吸引将近2000位选手参加。当地消防局为了防止意外，嘛导入200位消防兄弟来专程戒备。加油加油，好棒哦！因为我喜欢游泳这件事情，然后更喜欢长泳，然后更喜欢海的不确定性的冒险。哇，很勇敢哎！对啊，谢谢。他在水里都不怕的。但是我觉得我左边是教练，然后右边是游泳健将，我觉得他们比较勇敢，他们愿意陪我，真的很谢谢他们2个愿意陪我圆梦这样。加油哦！谢谢。你从哪里来？台北。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想要游泳，然后就是刚好我也是在台湾，就是比较会游泳的，所以我就带他们一起来。所以这些朋友是从哪里来？都不一样，就美国啊都有。对。没有游过？没有。知道这个不容易吗？知道。知道。啊，你觉得说可能最大困难在哪个地方？就是那个浪吧，就我怕游一个浪反方向。因为疫情睽违3年，重新举办的外木山长泳活动，吸引许多爱好游泳的好朋友来参加，场面相当壮观。来到我们睽违3年的外木山长泳的一个活动，今天一共有大概2000名左右的选手来报名，感觉非常的壮观。外木山长泳活动规划从木山澳救生站的礁岩区开始长泳，沿着海岸到大武仑澳底沙滩上岸，全程大约3200公尺。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教育处长、民政处长、消防局长、警察局长以及多位市议员、北关风管处长，还有台电协和发电厂等贵宾，都共同来为选手们加油，一起感受基隆的山海魅力。海洋赛事活动的确可以帮基隆带来很多的人潮，但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朋友来的时候，我们周边可以有更多的配套，让他在赛事前、中、后都能够让他更享受到基隆的一些食衣住行，也希望他们能多一些在地的消费。各个团体注意啊，现在第一梯啊，身上泳热啊，已经要准备下海了。请各团体准备戒备啊，1、2、3号团体稍微注意一下。一个大型海洋赛事活动为基隆的经济消费增添活力，而活动幕后也有许多无名英雄，默默为这个活动安全尽心尽力，值得各界来鼓励。除了大会人员、救难协会、警察、海巡等，还有向消防局特别出动2架无人机，将画面回传，帮助救难人员判断泳客的状况，来守护活动安全。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高雄博尔地区的游客真多，想要停车足困难，所以市府特别将公园停车场内面原本有30个大客车架位取消10个，来改成400多个机车位，让民众好停车，嘛避免违规被开单。
駁二艺术特区经常举办文艺展演活动，观光局年报统计，去年游客就高达600多万人。都市里寸土寸金，停车场一位难求。市府发现这样的情况，为了疏解违规临停的情形，将周边的公园停车场原来30格放置大客车的位置涂销了20格，来增设441格的机车位，加上原有的251格，目前共有692个机车停车位，让附近民众方便上班停车，旅客来駁二游玩也不怕找不到位置停。因为我平常本身在这边上班，那其实到假日的时候啊，这边的机车位都是供不应求，然后政府啊，他们常就是会临时把这边指派成机车的临时停车场。那我觉得这次把它整体的规划直接变成一个常态的停车场，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然后对民众来说也是比较方便，因为这边附近有 Life Warehouse 嘛，跟高流，所以只要演唱会的时候，这边就会有很多人，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规划是一个蛮好的。觉得这个是还蛮好的做法啦，因为我们其实像駁二这边，我自己是高雄人，所以駁二这边其实到假日其实摩托车位置是还蛮满的，不太够。对，我觉得这样政策其实这样还蛮符合这边需求的啦。以往这边机车格不用收费，但为了避免有民众长期霸占或是停放无牌车、废弃车，影响民众停车权益，造成维护上的困难，交通局针对停车场以及周边大义街、必信街与新化街等路段，也做了场地收费管理。我觉得还可以，对，我觉得还蛮正常的啦，还蛮正常的价格。我觉得还算合理的价格。因为毕竟也是使用者付费，那边是属于观光游憩区哈。那在駁二啊，还有大义仓库那边，其实就是流动性的客人比较旅客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再把那个机车停车场纳入收费哈。那纳入收费的话，就是计次啊，每一次15块，但是隔天另计啊。那所以这692个，我们从6月12号开始就采用计次的机车停车收费。那为了做一个均衡，所以我们也把周边的89个停车格也纳入了停车收费，机车停车收费来取得一致性。交通局表示，为了改善游客停车的困扰，以往会在连续假日时将大型车区域临时让机车停放。经过多次观察，发现大客车停车需求不高，所以保留了10个大型车格，将其余的位置增设成机车停车位，同时也将原来大型车格区域有破损的铺面进行维修，提供民众更安全舒适的上下车环境。记者潘志光、何文瑜高雄报道。高雄正阳国贸社区一直有小香港的称呼，吸引真侪民众翕相留念。因为当地除了集合式的主体有混淆人爱天堂以外，当地住民甲饮食习惯嘛拢真仿香港味，所以港都社区大厦特别开课来分享，希望增加两地文化交流。左营国贸社区最特别的就是圆弧形的集合式住宅大楼，如同星圆般向外扩散，而被外界称为小香港的原因，就是每一层每一户都有一个阳台，还加入铁窗，像鸽子笼一样，连香港新住民都说像极了香港。他们的这个铁窗呢，就是比较少见的，在香港以前就是比较70年代、80年代建的公共房屋了，他们也是用这一个铁窗，但是当然呢，现在已经是用铝窗了。而像国贸社区这样的大楼，香港人称为屋村，里面的住民大多是从广东来的移民，有一项叫盆菜的饮食习惯和台湾的流水席很像。祝寿添丁时，主人家都会摆桌请客，把一盆一盆煮好的佳肴端上桌，请大家吃盆菜庆祝一下。以前呢是用木盆装的，那现在慢慢演化呢，我有看过香港有些村是用陶瓷盆的，有些是用铁，现在都用不锈钢或者铁的。我家添丁添寿人，然后就是对一起，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沿袭这样子，它跟台湾的流水席好像有点相似吧，只是它里面的内容跟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下来的。国贸其实它的这个文化脉络是眷村沿袭下来的，所以说是大江南北的眷村菜、眷村味在这里面。然后现在这几年是这个早餐店但是也都是维持了以前这种面食文化的这
这种特色。长期经营地方文史的港都社区大学，在几堂课的学员当中，发现左营鼓山有许多香港的新住民，进而开始研究果贸社区和香港屋村的异同。未来将会聘请这些香港新住民当讲师，开设有关文化入港社的课程。我们也关注到说，香港移民社群在台湾这几年是越来越多，然后很大一部分是定居在我们高雄的左营和鼓山这一带。所以说我们社大本来就有要推展公共议题，所以说我们就有邀请，我们就跟香港朋友成立了一个文化入港社的一个社大的社群。那希望说下半年开始，我们要真正推一些香港的特色课程。我们的2个家，一个是香港，一个是台湾。那我也希望把香港的文化也保留在这个地方，然后让大家去认识多一点认知，那让大家在生活上面可以互相融合的多一点，互相理解的多一点。因为高雄是一个港都，而香港也是一个港，所以我们觉得这2个地方是很相似，所以2个地方也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就希望就是透过我们的社，就是将台湾的文化介绍给香港人，将香港的文化介绍给台湾人。随着政局变化，有部分的香港人移居台湾，发现高雄有个神似香港的地方，虽然在异地，却有个熟悉的家乡味。也希望透过社区大学的平台，彼此交流两地的文化。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收看7月6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